第29天，生命的蛻變。羅馬書12章1至2節。所以，弟兄們，我憑着神的仁慈，勸你們要把身體獻上，作聖潔而蒙神悅納的活祭，這是你們理所當然的事奉。不要模仿這個世代，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，使你們可以察驗出什麼是神的旨意，就是察驗出什麼是美好的、蒙他悅納和完全的事。親愛嘅主耶穌，感謝你，首先成為替代我嘅贖罪祭。今日我願意成為感恩祭，離開周遭嘅世界觀，以你所喜悅嘅人生去敬拜你。懇求你而家就改變我。阿門。